注文8岁，24号至11，朝代晋朝，孝子吴明。喂，老五诶，天要暗啊，咱来收工啊！嘿，好，收工。阿爹转来呀！阿爹转来呀！哈哈，明儿巴肚枵啊吼，行。阿爹煮饭互你食，呵呵呵呵，会当食饭啊！嘿嘿嘿嘿，明儿安怎咧？阿爹诶喙手嘛开始咧食饭啊！哈哈哈哈！阿爹，你辛苦一工啊，紧去歇困，我来洗碗。明儿真捌代志，安尼阿爹着去歇困啊。阿爹你紧去。阿爹明仔载阁爱去做工呢，困无好势，要哪有开力咧？有啊。啊！明儿，阿爹，你醒啊？明儿，你这是安怎咧？我看阿爹互蚊仔顶甲困袂去，就想要甲蚊仔拢醒过来，互阿爹较好困呢。乖囡仔，你这是何物苦咧？行，阿爹带你去看大夫。大夫，麻烦你甲阮囝看觅咧。你是安怎做大人诶？你看，拢甲囡仔定甲安尼啊，真正是，唉，拢怪我，干焦顾咧困。阿公，袂当怪阮阿爹，阮兜散车无网搭，我为着要互阿爹较好困，才互蚊仔叮我。莫怪阮阿爹啊！小小年纪，煞拢替老爸咧想，真正是大孝子啊！恁爸仔囝免烦恼，我来开药啊，互你摕转去抹，一工就会好啊！多谢大夫，免客气。二牛啊，去后壁间，甲迄顶无咧用诶网搭摕过来，我要送互因爸仔囝。好。我随去摕。哎哟，袂当啊！难得遮细汉的囡仔有一款好心，我一点仔心意，恁着莫阁摕啊！安尼我着收落来啦。多谢先生啦，我一点仔心意。多谢阿公、阿爹，咱兜有网搭，咱有网搭。